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哇，今日要甲咱讲的，就是讲友好有。哦，这友好真要紧。这你若无友好吼，真正这世间就倒病啊。对啊，人讲万行吼，友好优先。是，百先好为先。对。所以讲哦，你要看，若无友好吼，迄世界就搁颠倒病。有影这社会上吼不好太济哦，我看到后迄个老伙一个国王吼，迄个啥财产分袂平，哦，迄棺材甲放到客厅，唔甲抬，啊，搁做后个放去迄个啥殡仪馆，搁互殡仪馆罚几百万，真不好这。无法度入土为安啊！嘿啊，啊嘛有迄少年人吼，食毒。啊，无钱啊！迄甲士大人讨无，佮找朋友要来拍士大人，甚至甲士大人刣死啊！哎呦，你讲这个新闻根本就是哪搞发生的嘛！啊，这个有这个故事哦。系啊，两翁仔某是咧做总破赛嘛。因囝吼，都已经18、19岁啊，嘛是佮叫甲因朋友啊，甲因要提钱啊，无钱哦，甲迄两个翁仔某，因老爸老母刣死啦，是200刀啦。这好，我莫个讲这，我听个真正。我一直压起来。我要变白嘞。来，看只较轻松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看只轻松的地脚。阿姑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是安怎用你的手吼去整迄椅啊，整甲安尼？你看包甲安尼啦。无小心嘛，无说你才会去整着。哎呦啊，你这别说。敢有影？你搁问？啊是讲你安尼着伤，我真正感觉足奇怪。下免奇怪啦，甲你讲安尼就是安尼啦。等下看册啊。你要家己伫遮？我家己小倒坐冷静一下，是安怎会安尼啦？妈啦，我陪你啦。唔免啦，转去就转去啦。哦。你家己较细腻的哦。好啦，无人会安怎啦。较细腻的哦。哦。哎呦，我要安怎讲？我是喺做面盲的时阵去整着，安尼闹鬼死！哎呦，讲实在吼，这个椅仔顶，互你害甲安尼，我一个手拗好，我真正，讲人难搞，讲鬼搞，哎呦，你。小等，你啊，下咱已经送过来有影呢，小坐咧休困者。讲遮咧讲啦，一定，毋是我咧甲你懊恼的啦。咱这民宿逐间的这卖火器吼，你安尼随经吼送去互人，实在足甘心的呢。头家娘，这个工课哦，拢是我应该爱做的啦。啊，迄若毋是钱啊讲话安尼正口倒下，你嘛免辛苦啊。你莫阁讲钱啊啦，像伊这款人哦，我是袂晓去计较。对啦，会长哦，你若会安尼想好啦，你放心啦，做人遮好着会听你啦。头家娘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。是讲，我有一件代志爱甲你讲的。什么代志？恁爱较细腻的啦。细腻？嘿啊，你种钱啊有无？你敢笑我几个啦？你两个，我别见笑也是。哦，你这椅仔吊，你敢安尼在？你的面头前在甲我弄西弄是非？哎，是谁咧甲你西弄是非啦？明明就是你有啊，哪会无？是的，钱啊？啊你手哪会着伤？这样？这拢蛮厉害。嘿，你
你是手着伤，也毋是头壳着伤啊？是安那讲话无啥情讲哈？你手着伤，甲我写伫台。青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有诶无好啊讲。哎呦，你唔免再加好心啦，什么有话好好讲，我今仔一定袂当互你伤好看的啦。你的手哎呦，怪手啦！那个面盲拢共款。阿君啊，糖糖诶，阿君啊，糖糖，你是尖，我是山，尖山永远念着我哦。糖糖，你是吼我热天的冰淇淋，寒天的面罩配料。哦，糖糖，你是我的大肠，我是你的小肚，有大肠无小肚，永远袂行路。你敢知影我已经爱慕你足深的了，糖糖，糖糖，行，咱来去洗牙齿啊吼，好，来去，来去，来去洗牙齿，来去，来去，来。头家，头提了就拍甲忝嘞，头提。无啦，我要找这间民宿的头家啦。哦，迄头家无地啦。啊，这间哪有人伫的？即间内底是无人伫咧啦。啊，若要找头家哦，头家伫遮咧坐啦。啊，我要住宿啦。要住暝哦？嘿，住暝是会使啦，但是即摆住暝哦，无人甲你招待，无人甲你按捺啦，你还会记了？你若去便所无卫生纸。你若洗身躯洗好无会巾仔好，你拭身躯。若透早起来要洗喙要洗面，拢无起片啊，无起膏，无面巾，所以阁无早顿传互你食，吼。啊，你着想详细，考虑了若好，遐济哦，等下才甲你登记。笑的，哪有人是咩安尼做的啊？你会知影我咧少爷，我拢做少爷，你搁即阵才知哦。你着毋捌一箍好啦，你。我甲你讲啦，咱做人哦爱讲义气啦，袂使讲利用咱即间的人拄好破病，啊咱即间人好好就拼死做生意。咱趁钱大家爱啦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咱吼要做，大家拼死做，公家做咧才公平。啊，咱要休困，两边拢总休困，对无？咱人都袂使咧嘛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安尼毋才会人讲这阿群啊，这做人赞，对无？社会咧行大，真正就是安尼尔啦。阿公公公，有，啊，你一个人哪会伫遮安尼细细念？我听你咧唱歌。有啊，你倒来吼，哎呦，若无看钱啊，敢讲？哎呦喂啊，娘喂啊，代志遮严重哦！钱啊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一定要勇敢活落去。你袂使因为讲你等。哎呦，哥哥，你是想去倒位？我若符合只是手着伤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娘喂啊，代志遮严重哦！钱啊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一定要勇敢活落去。你袂使因为讲你咧等。哎呦，哥哥，你是想去倒位？我若句吼只是手着伤，我嘛带去膏药膏好啊。即摆无代志吼，你莫遮紧张吼，你莫遮紧张。糖你个人这心肝真好，明知吼代志遮严重哦，你搁一直甲我安慰。我知啦，钱啊是毋是已经？你嘛较拜托咧，已经无代志啊。啊，你若毋相信我，我嘛无法度。我已经有9点我要入来休困了。糖，你甲看安尼啦，讲安尼等就忝要躺下去啊啦，安尼啦，咱甲顾规工啊，袂甲咱说一下多些啦，做伊入去啦。所以讲咱，什么事啊？来，钱啊！阿姐，嘿，这点，哎呦呀！要紧无？即摆毋是干那手疼，即摆连心哦，搁平手搁较疼啦。
有心在听哟，哎呦，心在听紧开刀，啊若无会错起来哦。喂，咱两个是马子呢，莫讲话，搁对去我好无啦？切切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，堂堂转来，你讲啥物话，听到有煞煞。啊，你转来嘛讲到听到有煞煞，啊，我毋知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只好甲你学白药啊。我甲你讲啦，这拢是梦哦，你咧作怪啦。哦，一切拢是梦。啊，你是做啥物梦啦？哎哟，用讲的都真晦气，我你用比的好啦吼。这，这阵我啦。这阵你啦。哦，阮姊啊。头下阮两个是你袂歹感觉啦。所以我照讲。啊，毋过到尾又搁来一个啦。我拄摕出来。咧就迄个鸭骹顶的。哦，野狗哦。野狗的啊，两个吼。我看因两个伫安尼啦，吼，我就心肝火大啊，一个活去都甲爆落去啊！哎呦，我的手啦，我毋知讲我的手受伤，这爆落，哇！我第二摆受伤，我要痛死啊！哦，你是拢黑白想啦？他阮姊啊，甲迄野狗哪有可能发生这个代志啊？你啥样？你家己吐皮疼啦，应该死哦啦你！你无安慰我，我搁在讲迄什么话啊？好啦，莫想遐济吼，莫想，你去休困。阮姊啊，我替你甲顾好，绝对袂叫野狗甲你抢吼。哪是呢？袂叫抢去。袂啦。好。滚啊！我操！真正这小弟仔气死会嫌无伤呢。你出门再甲交代讲哦，民宿就好好顾，咱又搁走出去咧抹灰啊，实在是哦。抹灰，咱这都毋是病院啦，迄落抹灰一般是拢着咧病人若伤艰苦了止疼的啊，你哦，姊啊，上车是你哦。啊，我是。嘿。话甲闹会讲要打去安尼，啊你是臭耳人还是矮狗哈？无啦，我住伫内底哦。啊电视灯我看你，哦变叫休啦。姊啊，你若搁即阵才转来哈，才几点啊呢？无，即嘛是你也姊啊，我也姊，我较大，你较大。当然嘛是我比你较细啦，你较大。啊是安怎？我几点转来，你都爱问较济。无啦，为着你安全啦，关心你啦。无啦，我今仔就。会长吼，安尼一家民宿遐迄落灭火器啊吼，啊拢随家送到位安尼啦。你即摆是当时啊改道咧送灭火器，人个灭火器一般哦，有时里长咧送，啊人会长也咧送，啊你敢咧送红毛咧斗来者了？啊你嘛足奇怪呢，你这个人足无朋友情对。逐个朋友做遮久啊，对毋对？啊，迄个水，毋是，迄个灭火器哦，遐尔啊侪记着，啊，我去甲斗做，啊，这是讲安怎了？哦，你讲话小可你安尼家己吞吞吐吐，莫非你甲会长啊？他咧？啊？我你即摆是安怎？哦，我知。一定是对面青仔甲你讲遐话无对？嘿，免咧嘿啦！我咧讲。我毋知甲你讲过几遍啦，这间民宿你着好好顾，吼啊，代志爱做好精工，认真拍拼。剩咧有诶无诶遐，你着莫去听；有诶无诶遐，你着莫去讲，安尼知无？国基，你有想要食饭无？有啦，饭桌呀。有想要食卤肉无？哦，啊，迄落青菜补卵，哦，啊，煎鱼啊，哦，啊，青菜，哦。到你也无当食。哦，真正有忝，我本来是蹦蹦啊。等我吼感觉较爽快的时阵，再煮互你食哈。哎呦，怪怪哦，所以我转来就咧我忝。今日嘛怪怪，我看吼，阮姊啊吼，即摆心肝可能去偏对迄个会长遐去啊。好，为着阮妈子的，为着阮好朋友阮青仔的幸福。我只一直甲顾条，袂当叫迄野狗甲歹。会长辛苦了呢，来，再坐一个，我添加茶你啉。袂啦袂啦。哇，足辛苦的呢，我咧麻烦你甲阮送过来。来，请啉茶。谢谢，同仁感谢。
对哦，浸了上久啦，较烧。从来啊，阿汤啊，嘿，啊这哦新的卖落去哦，我甲你送啊，啊麻烦你签收一下吼。一斤2支嘛吼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。啊，对啦，会长。嗯。啊，你安尼敢逐斤的卖火器拢送了啊？拢送了啊啦，啊，就出恁遮最后一间哦，我较慢送啦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上尾啊2支啦，表示货底啦。人别人新的拢送了，上尾啊2支旧的货底，这送回咱遮来啦。哎呦，阿姑，你妈妈安尼讲会长，伊足辛苦的呢。啊，咱遮迄民宿哦，伊逐间安尼拢安尼送呢。伊生遐骨力，你敢知？伊生遐辛苦，生了穿甲笑甲安尼。伊来拍七啊啦！是啊，拜托你讲话嘛无安尼酸，讲到遐歹听啊。好啦好啦，恁遐坐啦，啊我要来无闲啊，啊。无用做你啦。哎，姑，你看啦，哎，大家是好朋友，啊，你为什么讲话要安尼甲酸啦？啊，拍歹感情敢好？我是当时甲好朋友，啊好朋友用个女朋友的手误朋友哦。好啦好啦，无你的代志啊，你去辛苦。去啦，明仔载我读书。好啦好啦，阿姑晚安哦。晚安。好啦。哦，我都加知啦，有叫医生看，我甲照迄个 X 光，哦，迄骨头讲也无长，连闭嘛无闭，拢完全啊，那个哟，你迄支手都动动来啦，嫌顶位哦，顶位无剁掉。你怎讲啥啦？剁你个头啦剁！滚生笑来，甲你关心一下。好朋友定啦，你搞我鸡啊，就特别好啊，特别好啊。特别好，哎，恭喜哦。我甲你讲，都系下长过来呢。哦，迄个下狗来哦。正人遐实在哦。佫要来拍恁阿姊啊！哟，这个代志吼，嘿，看我都吼，莫互恁姊安尼介伤接近，互恁姊甲我较接近。你讲到这吼，真正我就是要来甲你提醒。嘿，我感觉阮姊啊吼，嘿，迄个心肝咯偏到下狗遐去，吼吼，你这边哦，较歹哦，较歹哦。哎，棍啊！啊，你干那一支喙打叫，啊，咱两个是好朋友，你袂晓个想一个办法解决咯。办法要收拾，我毋过迄个会长哦，我。滚啦！啊，你叫我？无啦，啊你袂走哟？啊，袂啦，我怎毋知哦，走去正啊咧，啊，佮想着讲迄签单还袂摕啦，我毋过我卖假啊，卖假啊！什么走你正远啊？根本就伫阮门口口都在听，偷听阮在讲话啦。我敢迄种人。讲滚啦！喂，啊，你拄啊敢有啥物代志要叫我斗相共了？是安尼啦，我是咧讲吼，阮姊也真无闲吼，你若无闲，也免常常来吼。好啊，若讲到这哦，恁姊也无用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我足用的啦，我有用哦，我会足常来找恁姊啊。吼，啊，是讲，无要紧，恁两个讲哦。啊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走。好，一路走到远吼。安怎啦？你迄个讲话互伊塌啦，像恁姊也无用，啊，当然伊用落来找你啊你。哎呦，安尼看要安怎啦？较紧的啦，紧想办法解决啦。是啊，啊你都毋是无了解我这啦，我这人上爱用脑。哦，迄用脑，你像个编剧啥拢会地摊毛呢？有影。对无？你有听讲我鸵鸟过河顶嘛着钱，对无？啊，你要叫我用脑，叫我想办法，无你嘛讲，看有啥物利头无，对无？哦，安尼我知啦。哦，亲兄弟明算账。那当然啦。那没关系，明讲啊。你要多少，我给。多少？喂。你先顾着我的人格呢。阮兜嘛好相的，阮敢会比恁较善良。啊，你用钱要甲压死人哈？我甲你讲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安尼啦，规气吼，阮姊啊，甲会长的下搞的，我想讲来甲阻止啦。对。啊，若成功吼，啊，迄落吼。我这做你讲，你讲啥？我想我来带糖吼，啊你因仔转落啊，莫有意见安尼啦。你的意思讲啦，你看恁姐姐，甲我两个会当成功。哦。你叫我莫主动糖，甲你交往就对。OK。我绝对两蕊目睭拢甲看起来。安尼哦，我直接甲你验，不，你到底是？无啦，基本是上要紧是，你有法度才答应哦。无法度你唔通答应，到时候大家会歹看面哦。无法度，坐了甲伊变，不是，我若敢甲你答应，我绝对有法度。真的，真正的。来，好，讲话算话，好。就
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日要甲你讲的俗语就是再生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低头。哦，什么意思这咧？另外还有一个俗语就是讲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就讲你要友好你的是大人，一定趁你在生的时阵甲友好，唔通死了呢。哦，这要甲友好已经袂有啊。对啦，你再生一粒豆，互伊食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咧死了拜只低头，伊也食袂着啊。有的人都爱排长啊，迄顶头好，迄1、2公里安尼。啊，后头车200几台啊。差死啊！差死啊！你这差死啊！我想讲吼，其实友好是大人，唔免讲一定爱害钱。哦，你像我平常时若伫外地，我一定一天敲2通电话给我妈妈。安尼哦，真友好。嘿啊，哇，真正无简单，我嘛是。妈妈是拢讲啥？讲笑，妈，啊你今日拍牌有赢无？啊有赢，还我食红的。没水。啊，若无钱我才阁有啦吼。我是无逐工卡啦，我是超3、5天是正礼拜，爱利用拜6礼拜吼，啊囡仔也伫厝啊，因为囡仔吼是阿嬷阿公带大汉嘛，所以我就爱甲囡仔讲吼，会记阿嬷伫咧，阿公虽然无伫啊，阁有阿嬷，所以利用这个时间呢，我讲完查某囝讲完，学生讲阿嬷就欢喜教。对啦，我嘛是一天拢爱敲2通电话。啊，你也阁爸爸妈妈对。你即摆做好主着。我是敲完查某囝。气回你这了。好对啦，因为即摆哦，拢小家庭嘛，个人爱出去拍拼啊。有真正这1年365天哦，含过年都无时间好转去哦。啊，所以赢啊，先敲一个电话问好者，关心者。输一个30分钟又搁过去咯，又搁要甲恁讲再会啊！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呢，要奉劝咱做事势对父母是大都爱啊，以关心。是你无愿意，也是得着伊，才会无缘来分开。四个秋天，风吹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。